今日阿比想同大家分享水晶點樣幫人走出情傷。前段時間有位客人同拍咗拖好多年嘅男朋友突然之間分手，佢情緒低落，無心工作，同埋每晚都失眠。阿比了解情況之後，為佢度身設計咗九尾狐水晶手串。喺傳說入邊，九尾狐象徵智慧同埋幸運。9條尾巴疊加咗愛情嘅守護同埋情緒修復嘅能量。水晶組合解釋，每粒水晶都針對治療客人嘅痛苦點。草莓晶九尾狐守護愛情同埋治療創傷。月亮石安撫情緒同埋解決失眠。摩根石療癒情傷同吸收壓力。碧璽平衡七輪同清除負能量。今次水晶嘅能量集中於加強保護自身嘅能量場，令到客人可以慢慢揾返自己。假如果你而家都係經歷情傷或者係情緒低谷，記得你值得被治癒。認同請留言1，而俾有需要嘅同路人一個安慰。